大家平安，六条外都错个teman-teman, nama kaitin na sulivat. Saka tu错个teman-teman, na uruja supui na kai na cemas, imazai toa senai toa cemas, imazai toa taidai saka tapuro saka tiroa sulatan, imazai toa itakaran patu shiva karan. 诗篇113篇1至9节。Tu soa teman-teman na uruja supui na kai na cemas, nekano sinifisi kimazai toa sisiwa kina salisanan, saka kena semupu toa linautian, saatnya kilaroi toa mana pada zakat tino cemas yang tintu soa adau, saka kekusupui na lemautian。颂赞上主至上，要赞美上主，上主的仆人啊，要颂赞，你们要颂赞他的名，上主的名应受颂赞，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上主的名应受颂赞。上主统辖万王，他的荣耀超越诸天。谁能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他住在至高的地方，但是他俯首垂视，观看诸天和大地。他从尘埃里提拔穷苦人，他从粪土中救拔贫乏人，使他们得以陪伴王子，得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受敬重，赐他儿女，使他喜乐。要赞美上主逾越节之歌。爱就开诺什么新米奇给嘛在多诗篇113篇1节到9节。都说个teman-teman sini putarwan dan心怀不平的时候，心怀不平的时候，人的价值跟他的财富和出生背景没有关系。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上帝亲自赋予的。仔细观察片片掉落的叶子，其形状与纹路没有一片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的，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尊贵而有价值的。虽然不一样，但不因此影响上帝所赋予的价值。事实上，在还未得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仿佛是尘埃里的一粒小沙，若不是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怎能享受如此浩大的怜悯，成为上帝的儿女，得享与主同住的恩典？看来，只有恩典能够消除心怀不平与比较的心态。英国改教家布莱德福曾提到，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某天走在路上，遇见一位醉汉躺在水沟里，其他路人看见这位酒鬼，都投以鄙视的眼光。这位加尔文主义者却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了。一生拥有丰富著作的南非宣教师穆安德烈说，不要问我们的弟兄是否配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心怀不平的时候，只有想到神的恩典。阿米娜米古米阿米娜克里瓦根诺茨马斯马诺里马盖什莫拉多扎加给那古亚加要心怀不平，还有比较的心态。萨嘎拉吉纳那格梅朗，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尊贵而有价值的。西那亚加努丁，萨嘎图错嘎加米加曼西尼巴基内姆尼加努丁，我们常如何看待那一些社会上较为边缘或落魄的人？我们常如何看待那些社会上
较为边缘或落魄的人，是那样的点。在今天的么呢？可今天那么带诺把冲对出那么多出比较边缘、比较落魄的人，是那样的点都出个点么点嘛，撒个改努力。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能以你的眼光看周遭所有的人事物，使我不再心怀不平，不再凡事比较与埋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Mali tu suka jaman-jaman nama kata nama selang patsunga semua putua kai no cemat latina na kemelang pulingali orang atin tua mana sini pada kata no cemas lamuna na kinizang lamuna na pinapupisur no cemas saya kena pasamarau latina na suliva tu suka kena davan 大家平安。